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咗我哋李家國 channel 先。咁如果想放盤揾樓，記得揾我阿 Ken 啊。咁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天水圍嘅柏慧豪園啊。咁同大家介紹一個極高層嘅兩房放盤啊，售面積502尺。咁高層個景就好靚啦。咁我哋都係睇咗個景先。咁一出露台咧，如果你望左手邊啊，咁望到深圳灣大橋喎。咁深圳灣嘅全海景啦，後邊就係深圳市景，咁相當之靚嘅。因為柏慧咧去到呢個樓層咧就高過晒天水圍其他所有屋苑噶啦，因為嗰啲咧就40樓居屋嚟嘅啫。咁望右手邊，咁望到嘉湖海逸酒店啦，遠少少就係元朗市嘅景觀嚟嘅，都係相當之開揚。咁望翻入嚟呢個客飯廳，咁長直廳啦，呢啲廳大把位擺嘢噶啦，因為呢度前邊飯廳擺張大餐台，中間仲有大把位擺啲櫃啊。咁嚟到呢度咧，先至係放大梳化嘅啫。咁電視就擺呢邊啦。咁我哋由大門開始再睇多次啊。大門旁邊咧就係洗手間，原裝嘅，但係都 keep 得好新喎呢個單位。原裝大家認得咧，呢啲玻璃星盤咧就係個柏慧嘅收樓嗰陣嘅標準啊。浴缸冇改過嘅。睇埋個廚房，U 型嘅廚房啦，大量嘅備餐空間啦，上邊就係廚櫃，有窗，有明火煮食。再睇下呢個飯廳啦，呢度擺一個大餐台啦，有一個望埋嗰兩個房，細房有個窗台啦，睇你用唔用得埋啦，用得埋個窗台咧，個空間就會大好多啦。望埋主人房。有個通風窗啦，通風窗個景就仲靚啲添嘅。呢邊咧就望翻7、8、9座，即係柏慧嘅2期。望左邊咧都係望到個深圳灣嘅海景啊，景觀相當之開揚。好，睇完個單位啦，有興趣歡迎聯絡我，帶你過嚟睇下。